首先我哋喺度默哀1分鐘，為李旺陽先生。我哋而家開始默哀。sport 啦，賺得。馬完畢。人民英雄永垂不朽！人民英雄永垂不朽！屠夫政權遺臭萬年！屠夫政權遺臭萬年！李旺陽永垂不朽！李旺陽永垂不朽！就是砍頭！就是砍頭！也不回頭！也不回頭！李旺陽永垂不朽！李旺陽永垂不朽！化悲憤為力量！化悲憤為力量！推翻中共專政！推翻中共專政！以言入罪！以言入罪！中共可恥！中共可恥！人民不會忘記！人民不會忘記！追究六四大屠殺！追究六四大屠殺！追究李旺陽被自殺！追究李旺陽被自殺！好啦，咁我哋讀出個聲明，個聲明喺邊度？我俾記者。聲明喺邊度，馬仔？嚟緊。點啊？各位，我哋讀出個聲明先。今日係中國民主運動先驅李旺陽先生被自殺1年嘅日子。李旺陽嘅離奇死亡，至今沉於未雪。關心中國民主運動嘅朋友，實在未敢稍忘。李旺陽先生因為喺89民運嘅時候喺湖南組織工人運動，而被中共極權一再重判，先後入獄逾22年。至少曾因獄中種種不忍卒倒嘅酷刑，而導致佢患有嚴重嘅心臟病、甲狀腺亢進、左眼失明、脊椎及腰椎病，雙耳接近失聰。但係佢並冇後悔，百折不回。去年夏天，李先生明白接受有線、無線、有線電視記者訪問，將冒上極大風險，依舊一往無前，説出佢對中國民主嘅期許。佢喺訪問中不但對天安門母親丁子霖表達支持，更且豪邁地表示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。為咗國家早日進入民主社會，為咗中國早日實現多黨制，我就是砍頭，我也不回頭。壯志未酬，令人心痛。李先生於接受訪問後未幾，竟然過身，且當局宣布死因係自殺，又迅速火化屍體，分明係為咗掩藏罪證。此等政治謀殺，我們豈能視若無睹？國家是我們的國家，人民是我們的人民，政府是我們的政府。我們不喊誰喊？我們不幹誰幹？社會民主連線謹此向一眾烈士合事致敬，並且要求中共政府必須馬上徹查及交代事件，作出嚴正嘅法律追究，結束一黨專政，平反89民運，追究政治殘害，釋放所有在囚嘅政治犯。社會民主連線2013年6月6日。就是砍頭，就是砍頭，也不回頭，也不回頭。李旺陽永
永垂不朽，李旺陽永垂不朽，人民不會忘記，人民不會忘記，追究六四大屠殺，追究六四大屠殺，追究李旺陽被刺殺，追究李旺陽被刺殺，以言入罪，以言入罪，中共可恥，中共可恥，沒理法，沒理法，中共倒台，中共倒台，釋放劉曉波，釋放劉曉波，釋放譚俊彥，釋放譚俊彥，釋放劉霞，釋放劉霞，釋放所有政治犯，釋放所有政治犯，人民英雄永垂不朽，人民英雄永垂不朽，屠夫政權遺臭萬年，屠夫政權遺臭萬年，李旺陽永垂不朽，李旺陽永垂不朽，人民不會忘記，人民不會忘記，追究六四大屠殺，追究六四大屠殺，追究李旺陽被刺殺。追究李旺陽被刺殺。好，咁我哋屠夫政權遺臭萬年，屠夫政權遺臭萬年。我哋向李旺陽先生鞠躬先，大家各就各位得㗎啦，大家各就各位得㗎啦，要向佢鞠躬都得嘅。咁我希望大家集會人士注意，呢個係警方基於公共安全嘅考慮，請勿敲擲物品。好，我哋現在向李旺陽先生嘅遺像係行三鞠躬禮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就是口頭，就是口頭，也不回頭，也不回頭。李旺陽永垂不朽，李旺陽永垂不朽，屠夫政權遺臭萬年，屠夫政權遺臭萬年，化悲憤為力量，化悲憤為力量，推翻中共專政。推翻中共專政。好，我哋走嘅時候，將我哋嘅燭光擺咗喺度，擺喺嗰個台嗰度。我喺度負責為大家點火，我有 OK。